高雄的检方是抓到西雅山强和国际杯境外游艇运毒案件，查到游艇顶悬要一栋市价超过9亿的毒品开探明，因是用游艇来运毒，是因为讲游艇的这走的速度较紧。 真歹抓嘛，真恶弱。那即届高雄检方是和海巡单位合作，而且阁有和美国、马来西亚这掠夺单位交换情报，才顺利抓到人。海巡人员大声喊，要求因停船，但这个船长却想要让海巡的船只逃逸，现场看起来是真惊险。海巡强势拦检停船去查缉，就是因为这只假作是游艇的运毒船，刑警是真奸诡。发现到有一张不是这一艘具玉胜号的一个。 游艇的一个毒品走私，它是有一个另外一艘船这个走私这个情资，那报请高雄地检署来指挥侦办。美国缉毒署的官员是特别到场，法务部长戴明谦嘛落南去表扬。高雄地检署日是宣布讲，抓到境外幽灵游艇破入胜号的运毒案，即摆唔但和警方、海巡这单位来合作，佮透过和美国、马来西亚这国家的缉毒单位来交换证据，顺利伫高雄外海抓到人。庆幸的是，他们在这个区域，然后像深夜，那有点松懈心防，睡着了，那导致我们就是靠近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察觉到。 几道的商品开塔面，拢总是动一动，市价超过9亿，当中红假作是低米包，船顶阁有先进的雷达设备和引擎，阁准备装啊、麻袋啊，方便随时甲证据弹掉，互查缉更较困难。它就会从我国经济海域那逃到公海上去，那造成我们在登检方面是有一个主权上的争议，所以。 基本上我们就很难去做登检的动作。那加上它的船就是动辄它的时速可以到35节以上，速度是不弱于我们的7支舰的。地检署估计大量的其他兵难道一起致命伤，后果是真严重。包括船长当中3个台籍和3个中国籍的船员，先后当中成也嘛准啊，或者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这罪嫌提起公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